有些会附着在身上，会变得越来越愚痴。冤亲债主有今生的，也有多生多世的，甚至无始劫以来的。如果继续杀生吃肉，继续和众生结恶缘，就是在造新的冤亲债主。多诵经、行善等功德向给冤亲债主，是对冤亲债主的忏悔道歉，请仙佛菩萨帮助解冤释结，将做的功德回向冤亲债主。平时多做功德，回向给冤亲债主，身心灵会好，生活、工作、事业会变得更好、更顺利，也会减少障碍事，修行会更平顺。仙佛只能救你们的灵性，所以你们自己的肉体平常就要自己保养，因此身体不好，不要怪吃素没营养，吃荤也有身体不好之时。咱要有这个正确观念，因为修道要修心，而办道除了要静心之外，还要有体力。如果有一天你的身体不好，医师叫你要开斋，您该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说身体比较重要，身体好了才可以修办道，所以就勉强吃一点吧？有没有？你们要研究素食的营养成分，请医生找相同成分的素食替代品。要用替代品。每位医生的医德与用心不同，他不一定会告诉你钠铁要有哪些成分，他只会跟你说非吃不可，那时你该怎么办？这得自己清楚的认定啊。胎里素的小朋友啊，受伤以后伤口都不好啊，医生说要吃肉了，结果吃了肉以后性情大变，就是吃斋吃素的好处，除了能让你们健康少疾病之外，也能较聪明、较有智慧。最重要的是不造孽，也不修行，也不吃素。吃素能培养慈悲心，减轻造业，吃得比较清淡也会使身体健康，不会乱发脾气，提升个人心境，使家庭平安，得到自信清净。人若有善心、善念，就不会去造杀业。凡事要想远些，不可只为眼前的口福而杀生害命。找愿意那个找替代品的医生，亲口是断往后的杀业因果，而前世的因果还未了，所以要好好修道，多行功了愿。想想看自己还没求道之前是怎样的人。求道之后改变了，不做杀手、赌徒了，也不做骄傲的人，一切都不做了，这表示自己有在修道，有在改进，而且也都亲口不吃肉、不喝酒了，这些大的坏习惯都改掉了，对不对？大的既然都可以改了，小的为什么改不掉？这只在于自己愿不愿意，如果愿意，再小的毛病也要斩草除根，难道你愿意让那些习性毛病跟着你左右你吗？只怕徒儿们自己不办道，不承认，不察觉，不愿意改啊！你们如果住在屠宰场附近，一定听过这些杀猪的人说：猪啊猪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，他人不吃我不宰，要向买的去讨债。可见人知道杀生不好，可是偏偏要杀。实心缘，如果你们有祖先过世的，最好不要杀生请客，因为如果再杀生，这些业会通通由祖先带去。婚宴或做生日请客也不要用荤的。奉劝青年男女少去烤肉，可用玉米素的，因为烤肉一烤就是用那么多鸡腿、猪肉玉米素烤了，人吃的太多，这个意识田中生生世世都去不掉，你做梦都还会梦到在啃鸡腿。我们自己的肉都舍不得让它受伤，那我们杀了鸡鸭猪鱼又吃了肉，它会痛吗？会，你杀他就会把你记起来，下次遇到就讨债回来。要让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，第一个就是要学习吃素，跟众生断恶缘。实心向上三角学习吃素之后，油炸及加工的饮料、糖果、饼干少吃一点，脾气就会越来越好。炸的东西吃很多，身体就会很快老。我们是修无上菩提大法的，所以一定要身口意都清。口要清，不是说只要吃素，那叫如素，不叫清口。真正的清口如素，是身口意都要清。实心缘结论，我们大家的灵性本来是兄弟姐妹，以前同住在天堂，
但是被上天派来地上治理这个世界，然后有些人逐渐犯了重的业力，无法再回去天上，以至于有的要入六道轮回之中，有的被处罚到投胎至畜生道，这也是其中的一种。他们不是为了成为人们饭桌上的美食而来的，所以杀害他们，食用他们的血肉，等于了之后，能改变自己的日常饮食。可先从肉边菜及早斋开始改变，之后再吃全素。如果有机缘，可以感化您的朋友及家人，更是功德无量。吃斋除了要吃素，还要修口德不绮语、恶口、两舌妄语，才算是真修道人。口素是养生好康健，心素是养心常福慧。长福慧，那手机程式念的有些声音或者破音字、读音错误，请见谅。